家家有好食，马莎国家来主持。我係澤位，我係燕燕 ，Anton。看乜嘢啦安排嘅面扒伫呢位。面扒，看清楚啲。做面扒我錄節目了呢。你面扒板啦。啊，面扒板？係哦，我講面扒板冇簡單，你有冇頭戲嘅面扒板？面扒板就面扒板，嘛，該唔會頭戲嘅面扒板。你都唔定啊，今日搶到板條達人來弄講，樣板你們呼吸嘅面扒板，好嗎？好啦，板條達人鍾春燕。歡迎。這位大家好。哎呦，第一年出來哈，你看你真正像面同扒。係咪㗎？加燕燕哦，就唔掂，講你係面扒。哦，佢本來是像面扒。唔講好，我講，掉落嚟哈，執落按醬，按槍你按太啲用慢執啊。哦，我做得講到用乜十板條。做得哈。睇到板條啊，你看，其實用那魚嘅貴地，錯冇？係。哇，真係像有醬面扒。係面扒。食面膜。做得，人很清涼哈。然後你看，那板條炸嚟時節啦，你看到手用冰落去，慢慢炸一層，哦，一層。炒一層，然後那做加層。天一層。用是邊一地板條。哦。那就係板條。錯，嗰是板條。嘿。你都看嗰板條啊，其實伊有毛細孔，因為佢會調戲。好，我加速講到咧。錯啊。佢會調戲，咩本意冇中用時直接看出來。當然嘅板條佢可能是表落嘅有幾台風能都改變。可是佢唔會變硬，佢嘛唔會有水氣。可是按到看板條，一天變不會當改本佢調戲。哦，調戲嘅原因喺邊？佢乜嘅東西都冇加，小米、米醬加水田。然後佢吹出來，所以佢冇調戲嘅時間，攞佢鹹咧，佢當腳是會快啲。哦，會酸啲會咯。當酸咯，酸到你命唔得咯，所以按到嗰種板條啊，本大家啲講，米做板條撈，你用粉嚟去做板條，又嘛係冇同樣。哦，真材實料啦。誒，講到嘅板條係用米做嘅啊，我要做功課，我聽講哦，張大姐佢哋要下做嘅板條，按照一日板條。用飯按照一日板條，就是只能吃一天，因為吃飽。是做得表硬一天，因為按照板條完全冇表嘅東西有啊，所以佢嘅米嘅東西佢會老化，佢會酸脫。如果冇表變相嘅話，係讓葱係表咧，佢一定會壞。所以媒體來拍攝一些其實講愛改一日板條，其實當中佢他談到，哎呦我嚇死哦，我唔敢買咧。可是按照佢講，你那係變。讓窗讓洞都做得，佢都是當放心講，原來板條用米做嘅，佢會變硬，嗰係真傷嘅，唔係講唔似，錯啊！所以英，你先來看，先來板條起個加油哦！這個時候應該要下不可能的任務的音樂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手冇順。你冇睇要做些麼哈？要諗過我冇食過板條啊！群體即係真係用當簡單咧，應用為啱嗬。所以你看，嗰板條摘起來，唔看啊！來，板條做咩啊？嗰幾百幾十會開始爛咯，所以要小心啲。正經好食嘅板條哦，你用板型 Q，佢都唔會爛鐵咯，有彈性，對不對？佢一定會爛，一定會爛。哦。哎呦，等一下。尤其個板條吹出來嘅時節啦，其實佢係凍樣嘅哦，就職聽到哦。係。你嘅手嘛大片準哦。係。哦。很錯嘛。要啊，要條槍哦。要槍哦。按你執起來，撒下來咯。槍按你按醬用慢執。用慢用醬咯，咁我。佢平常時吼，按我啲板條都菜來米。錯。用配啲米做嚟嘛？做得。咩做得咯？做得。佢食起來嘅米是有同樣嘛？因為在內米機嘅 Q 線好黏。哦。佢用愛板機愛過之後啊，佢米醬佢會好本有個 Q 線，可是佢一條變營養板到2年嘅老米。你洗米嘅話，其實會凍黏甜，佢冇辦法有個 Q 線走出來。所以我看米都要去挑選過。
好，生意当中考试，来这边你看，那个手啊，变落个下背，慢慢用只下来，好，然后就停着，让我集中用的东西。所以那个看到个板条，其实切，一地一地都当简单食到最嘛，小当好食停。其實你冇經過嘅高商，你哋講嘅板條係用板煙當你嘅手當，咁我哋下嘛就會教你哋用板煙切板條。好，切板條啊，來咯，重點來咯，切板條。cái板條啊，按照切當管的人，按照我指導講，當緊鬆，當平常的事情。你去做手啊，那都有當過，用滑的。哎呀，哇，有沒有？切得越快，其實也這樣。哇！忍不住想拍手。我講係食板條，係當姜色到有啲粗啦，有啲色啦，所以個口感會不一樣。因為長發的板條啊，切到長發的時間，尤其你燙起的時間，你發的時間好久啲啦。可是佢嘅口性就慢慢穩住嘅。跟日以為板條，是像人家講嘅河粉。一下子嚼到喺最底部，當順時用食落去。哦，河粉跟河粉濃量冇用來底吼去勻呐，那個叫做米干。對，米干佢用乜來做？佢用豌豆粉做嘅。冇像喺台灣用米做，米做食起真嘅冇用。按後生吼，用乜對啲板嘅板條按緊哈。我話像人生嘅東西是係都到一個好嘅東西，然後做得到佢自然而然要去結合用。生活在一起，而且用是當幸福的事情，是吧？係啦，再講出來啊，就是說這種幸福哦，唔係再講，食，錯啊！切啦，係準備去做菜，做乜嘅菜？鐵頭菜。牛肉板條。牛肉板條嚟切，來。這衛生來切板條。來有入廚師執照來切。係冇按夾哦，係冇按夾得嘛。嗰啲小係計手掌地方壓嘅，然後計調過去。跳過去，佢就會硬，因為呢下板條，我諗冇係用壓嚟，因為用壓嚟嘅話，要個米做東西幾甜，壓到多錯，哎，錯嘛？錯，可是是因為引發咧，哎，我是好食法的呀。你條線係講調法嘅時嘅，調緊冇人學。而家所做咯，我點咗去實習哦。好，做得，好，來，按住對嘛？做得。高管哦。做得。你係花枝嘛？所以。大家就會看講，你一下切出來板條啊，哪種好醬，哪種不好食。不過這個冇簡單呢，我做這個冇簡單。這個不是，這個人家常說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後來，你準備乜個料？我今日有麻油。麻油。薑麻、蒜頭米。牛肉。薑麻、蒜頭米。蔥頭，然後頭麻豆。係。先用麻油嚇。用麻油，一般的沙拉油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可是唔香。唔香。哦。嗰啲下人都是本嘅香氣本嘅做出來。所以你就係薑麻、蒜頭仁。剛剛都切好，切得然後泡水咧。哦。慢慢本嘅下去，嗰人都會炒香料嘅時間，人都是一開火時先用本嘅下去，本嘅香味本嘅做出來嘅時候咧。哦。那啲吼用麻油吼，火咗嚟調辣。錯，因為。調辣嘅話，就是從按照做原因會食嚟嘅叫爆發力，爆發力哦。你啲蒜頭仁嘅你係我背嘅片是撈幾頭睇？你是撈幾細長，其實佢有很香嘅味道會走出來。咁這位就麻煩你先弄嘅洋蔥啊，然後頭麻豆，還有個滷包。頭麻豆。還有菜條。全部掉落去啊！窗戶先變落去。嚟，本嘢做。你阿當當然係咩冇生牛肉咧，所以講乜嘅？做得用雞肉啊、豬肉啊都做得啦。包括嗰實在嘅肉啊，你是用嗰個蔬菜去煮湯。純蔬菜。加梅頭喏，梅頭間為青天。青天間梅頭。你係用青菜來煮，用麻油嗎？你做得加啲啲啦，可是冇多，因為佢冇其他嘅東西落去時啫。麻油本身食到佢本，因為要味啦，味。唔過你阿睇下都較健康啦，冇使按油啦。我而做磅飯。好，呢度撈雞椒哈，好，差唔多幾多2匙。
2匙，差不多油米丝落去，加这样加嘛来？加豆瓣酱。豆瓣酱，哎，这是辣的吗？冇冻辣，冇辣。你係想食辣咗冇？做得啦。你其實咩凍出嚟做牛肉麵啊？因為佢後時你係冇炒過花油啊，因為要到順，所以就稍微幫佢炒一下，幫佢梅頭走出來，炒到燶，然後調油，調油。它呢啲片係水滾哦，做半雞滾係冇？開好食火啲啊，做半雞嘅嘢，過一半雞傾起啊，半雞調一下。因為啲湯底味道就有水，又有番茄嘛，洋蔥，其實洋蔥就有釋放甜味，而且番茄啊，我覺得整個煮過之後，它的茄紅素才會釋放出來。這位還有菜條，哦，係菜條，哦，來，紅菜條，菜條，麥多嘅標。哦，來，不用了，好菜條，我是標多。是吃也不用了哈，先一點。所以你下個牛肉，按到炒差不多40分鐘。哦，炒40分鐘哦。半雞梅頭，半雞上去，然後我這樣提供冇按改，然後1碗半條，炒40分鐘。唔是炒下烚蛋就好哦。冇去，因為你烚蛋佢有介多東西啊，佢會粘鑊，所以你要鹽炒佢，先炒好嘅介牛肉，佢唔係。超過40分鐘哦。炒，然後牛肉會食啦，烏金，有啊。可是佢等下冰湯啲位，其實嘅醬汁佢會化開來。可是跟牛肉啲位，其實要凍香嘅梅頭度喺啲位咧。我要凍薑食到濕濕咧，安尼炒會濕濕冇？唔係。想愛吃寬啊！我覺得係看得出來，你想愛吃好咧。做得食冇？做得食可是係網絡。網絡係等下等下當食我。很容易改變心意哦。用落去，個色就會走出來咧哈。錯。平常時啊，你做安尼料理吼，差唔多你做過最大份、最多人食嘅幾多份？60啥？60啥？板條啊，佢本來是一張米嘅 setting， 佢因為講甜拍，然後按照唔同啊要十個油，我十花生油，可是你看要凍油嗎？冇呢，看不出來就沒油啦。而且你看我板條其實你注意看哦，有條米糠。哦，我覺得就想講，你係乜解東西？凍到5點鐘，他就打電話讓我講，哎呀，他板條按垃圾，那個排泄，嗰係因為嗰係米做東西一定要米糠，嗰絕對你身體上係好嘅東西啊。我講正經拍嘅東西，人唔敢食嘅。錯啊，而且拍咧，然後最重要係米做嘅板條，佢一定會變硬。變相一定會變硬。變硬嘅拿出來用整嘅，也係講我們室溫就可以。你一定水煮滾，冇是用煎嘅。哦，用湯嘅，是做的，你本地還原是做的咧。然後你有啲人是會吃到個啊，板條用變相硬，佢做得冷凍麼？你做板條絕對做得。哦，做得冷凍哦。可是冷凍拿出來結凍感會就，你一定要切好，用切好，拌做一食包。然後調冷凍，煮嘅時間水滾啊，直接冰落去煮，叫啊，經可以釀下來是做得咧。哦，因為它本來就熟嘅嘛。嗰是熟嘅啊。哦。所以，你一下來試看看。做得試試哈。來。你上嘅是凍球咧。你慢慢調。那有米嘅香，還有它的嚼勁是很夠的。啊，之後不是崩嗎東西啊？錯啊，你就做也是。所以講來吃起來吃到，我覺得好像有膠原蛋白，好 Q 哦。你用出這個汁嘛，哈。錯。好，嘅湯好誒，湯差唔多係湯結構。你看見有釀下來是做得咧。釀下來就做。因為你看，你一下你切出來板條，全有都硬那樣，是吧？因為佢燒水起之後，其實會引到硬啊。係。就算冇變變色都同樣。哇，這個很強哦。你一下慢慢燙，你會吃到講，板條已經開始釀下來。是。可是我最主要係我板條會不一條一條用分開來。看起來晶瑩剔透有嗎？真的。哇，還會 Q 彈回去。那差唔多哈。哦，這樣子。咁就做得咧，好用釀咧。好來，唔是這個味嘛個鹽都唔是啊哈。唔是。將來你煮麵啊，煮意大利麵，沒有味啲鹽。應該要用清湯。哦，清湯。好。哇，皮到香梅嗎？就呢個。哎呦，我皮到咯，凍香，我做咩凍天空呢？用個湯先落。哇，之前可能都一下煮起嚟湯啊，凍清，錯冇？可是佢冬天咯。
哦，让来吗？哪里？懂甜哦。好，这个不用。不用用嘛。对，你还有冷水给妞妞，你看这边个爱喊，从在流口水。牛筋给你，该是半斤半肉。半斤半肉，是吧？唔讲啊，第一摆看到半条安尼做那之后我很想要试试看，等一下它是什么味道。哦，因为牛肉啊，佮那个板条佮冻泡，所以你在牛肉汤汁你不用落去的时间，佮冻容易是粘附给汤汁，所以你一吃都是完全包裹。因为你讲哈，要半条它有毛细孔，超毛，它会呼吸。你刚刚它已经吸到那个所有的汤汁。平常都卡煮一台包的牛肉汤，然后煮好些到去分一细包用冷冻，真的用通通啊。还有通通啊，煮做也是的哈。错啊，还有简单，然后又划算啊。错啊，正经的，这种简单哈。我们聊聊天，马上就做出了这一道叫做是牛肉板条。来，所以看到。我爱做本西好食嘞，当到西好去唔好食香菜啊，可是我咧下捞嗰度风菜条啊，嗰度东西烫落去之後要包啊板條底板，加濃肉附落去，大家時候一口就係好用食，所有嘅食材都不用上去。哇，看到什麼介就不用上去條誒，還有杏鮑菇，營養懂好身誒。拢来香香的抹中药，以后我不要再去吃什么日本寿司，我要吃我们客家板条的青石卷。哇，这个来食咯，我敷唔差的啦，批到暗香。那又是到那个会呼吸的感觉，有啊，就又是到它的毛细孔，所以这个汤汁好像就是在板条里面。板条是？板条，对，它吃到那个。要吃到哪里？苗栗。板条跟舌头的口感，就一起吞进去。舌头讲唔出发了。所以你讲嘅板条要幾好食。小講唔一定係帶餅橋。我講，嚟家吃到講牛肉本來留得食，唔可以呢。錯啊，因為調味都啲。因為因都要做好時間，然後撈嘅炒嘅料啊，不宜食到啲落去。哦，那唔止講板條做安陽型，其實還蠻國際化的。錯啊，因為其實當到行人啊，佢都冇食牛肉，因為佢都甘甜，所以冇食牛肉，所以可惜呢一下。後生嘅台已經出來咧，記得會始終，我係嚟創新。係哦。我同樣東西，我做一張牛肉板條出來，佢是好嘅接受嗰種嘅食材，錯嘛？因為一般你想講牛肉就係牛肉麵，唔會想到牛肉板條。可是嗰板條比麵還難好食，係哦，真嘅。錯啊！冇想到一份板條做嚟講出按到心肝地位都冇咁嘅感覺。做啲人嚟做，韓最做乜嘅？哦，剛我喺度介紹咁多啥食韓有種韓南好食咧。韓南好食要比韓南好食。板條青石卷。你要可以做板條青石卷哦。第一步會做嗎？梗係唔該。韓南板條。梗板條用泡泡嘅地啊，大家會知道講做啲做乜嘅？面膜。來吧。然後講得很清楚啊，就做面膜。這個當面膜很方便，是不是？邊敷又邊把它吃掉。對啊，連蝸牛都可以，蝸牛原生意都可以，我們板條為什麼不行？做得啦。對。你一下弄板條啊，其實大家都會知道講，壽司是係用盤去包。係啊。可是印度嗰邊混變板條。你一下印度會變蔬菜。哦，你要料下，接下來還有乜個料？有風菜條。還有條啊。條誒。有個杏鮑菇。杏鮑菇。還有小黃瓜。那看那個小黃瓜，平常時冇看到，
他冇精神。因为我今日用烟啊，说老几年之后，不应该社会就走。那相公你要冇精神了，然后不是应该就然后因为用氧先乳膏。哦，好。所以按照个菜啊，先用水滴来帮佢烫软来。哦，你行爱烫嘛？咁是烫咧，那用烟牙膏咧，所以咁所以麻烦引导我用落去。哎，这像你做日本那个寿司一样的哈。你讲用我做埋成汤咯，是生的咩做的？可是有嗰种生的梅头啊，尤其嗰道菜系因为我做本小好食咧。哦。当到小佢唔好食青菜啊，可是我哋下捞嗰道风菜头啊，嗰道东西烫落去之后，又啊爆啊半条地板，加到肉脯落去，大家小一口就系好好食。龙太讲，你半条係熟的，你係咩熟的？其實龍太講就講啱，生食跟熟食一天分開。錯，一天分開來。倒係咩係？正병咩係？好，來，撒落嚟就定義濕啦嗬。錯啊，撈起撒，然後你看伊要到軟下來，唔是條熟哦，你是撈起梅頭要到不伊。退起之後，其實做的是變動好食嘞。哦，你梅鱼是將來你殺青的作用嘛？讓那個食物的綠色留住，原色留住，它是最天然的顏色哈。像你還用糖啊，用時按到是做落去留起來咧，不用不易爛，按到就一般爆，錯。不用變水嘛？唔是，唔是哈。因為你變水落去的話，佢食物本身佢已經接到個冷水，佢梅頭會有點變態，按到時是佢。最原始黏米，你按糖血懂天孔呢？錯啊，而且就算食嚟啊，佢唔好食嗰種清水，佢都會一口接一口。哎呦，你愛功夫就知道了。錯啊，你按都出搶菜未吼？做得溫配的冇？做得啦。我要青椒、甜椒啊。都做得，黃菇、番薯，可是黃菇啊，你是切的時間就會小心啲咯，因為佢慢慢啊，你連到你切的時冇辦法像你用切，然後稍微讓佢修飾一下，它係當好食。定下意思，就盡量我們是維持長條，要比較好切。嗰種壽司地盤上去幾度冇咁美乃滋啊，其實佢冇當健康東西。買張小安悶呢，人哋壽司地盤都沒有美乃滋嘅，吃嘅當我是唔過美乃滋係油。錯啊，佢就係用油做嘅。其實本意當好食，然後是到愛用食要嘅感覺甜，可是其實你食到你肚臍地盤唔係好好嘅東西。哇，跟人看幾健康。哇！你看佢表浪嘅食，然後按照泡過冰水嘅食冇同樣。真係冇同樣。因為你泡過冰水嘅話，佢會凍嗆。啊，會凍醬嘅食，可是嗰水是已經食到佢菜地盤嘅，按照是到用。我看啱未凍醬啊。錯啊。你有泡冰水，真係要出水啦嚇。係。按照板條啊，先冰落該做當，嚇。壽司皮同樣冰喺地盤去，所有嘅食材都冰上去。哇，看到什麼該是冰上去條誒，還有杏鮑菇。營養當好當足哈，係啊，你一家我卡食的話，你後邊買嘅東西都全部都做喺邊落去。還有沒精神的時候，還有按照食好最好食肉脯，係肉脯，肉脯，跟肉脯都係愛精心挑選過嘅。哦，牛半個，因為雞是真經用牛去炒嘅，冇陪當到早餐店食跟肉脯啊，其實食好拍用。使用有條甜用藥啊，可是個地盤誒嘛東西其實你都唔知啊。係呐，有陣時候不抗飲食嘅東西要注意。係啊，不過實在嘅人記得就唔是用啲肉脯，用單純安食就好。再肉脯，哦，再有啊，有再肉脯。其實你還係不用啲了，因為都是按照不用醬汁落去嘅時間。醬汁，是吧？哎，等一下就要上課了。醬汁啊，醬汁，我該醬汁美乃滋不是？不是啊，皮克啦。有東香嗎？好香哦，梅子味。好，然後你找到醬汁冰上去。哦。可是冇吃到講，我冰越多越好食，因為你看板條泡泡一餐，壽司到該菜全部都沖調先，是肉脯做的西給醬汁。你也如果講冰香的話，可以流出來。嘿，就冇。往往這個是有哲理的。凡事過於不及都不對。一個輕食卷也有哲理。當然。說說看你的哲理。台灣 sale，我一直對這個醬汁非常有興趣。
其实你是你很想会使使你的酱汁吧？梅子侧调梅汁，像讲我知道迄木卡杜，你再包，迄木卡杜的方啊，自家面做特调的酱汁啊，好做自己喜欢的，就不要那么油。哦，比如说果酱啊，果酱做对啊，做的。好，自家做果酱那种。因为你今年是你的五百个东西吼，既非常多嘞，所以是讲自家做的是下清淡的，比较没有负担。有冻简单吗？冻简单，像讲你不是像做寿司那样有那个竹帘有没有？它就卷啊卷啊，不是哦。因为我是达人。哦，哎呦，赶快，那也晒看你的那个横切面来。中央哦，龙太太讲哦，你用的刀的吼，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开来哈。好了，你啊无正切地方切开。好。按照你下先，咱像个折尾先切个切白的。对个安好，切白的个最爱呀。包寿司，嘿，那你是用个链呢？可是你看，地板包的所有东西，基本都烂烂落落，对吧？然后。烤鱼也是用冻可口，哦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快就试吃？哎，真眼当后生呢，拢爱香香的抹香用。以后我不要再去吃什么日本寿司，我要吃我们客家板条的轻食卷，吃起来真的很健康，而且，那真眼讲是抢超烟瘾哈，我爱吃抢超烟瘾，一天会讲的是这样。难怪你刚刚讲虽然你磨一色的，因为你会觉得它好像很平淡，其实没有哦，它所有的味道都在嘴巴里面，棒，它有层次感。那我是大概肉腹嘅香味，不过呢是下，看肉腹地图呀，又你爱梅汁酱汁，你要涮嘅味道，那个怀孕的女生，就信红嘅怎么清楚而是妈妈就是妈妈，像我这种，这叫初恋的滋味。怀孕的女生，来切下切。俺敢讲，爱来清楚为重要。太饮生饮如果哈。汉狗，我要用这个料理讨好我婆婆。哎呀，你看看心机有多重。他喜欢吃酸的。所以冻豆你要下冻流行嘅野餐，有冇？冻豆银行手来问来讲。用白烟走，然后我做个大吹型用。按你出做好哎，做好嘞。弄种下午茶以后，不要再去什么大饭店，自己家里就可以做。这个叫做板条轻食卷。很好，老师。棉花三重奏，红麻豆半条，哎，红麻豆半条，还有原味半条，还有梧桐半条。好，其实来咱的剪剪那出做的，系啊，冻翻咯。佢慢慢煎下好酱。哦，煎起来啊！安尼煎起来。哎呀，佢家做嘛个水果啊，硬冻。哎呦，我强强的哦，来来。看到爱功夫哦。哇，很香哦，很厉害，这就是我们的三重奏。哎呦，嘎哦，吃到欲罢不能。你甭来吃这一点点，来吃豆公，它真的就像你讲哎，会一直想要吃，然后一直回味。对，虽然讲是轻食卷，不过营养成分一点都不轻，非常的丰富。你看呐，面趴板做的做很多东西，然后讲够嘎人出身哦，哎，你没冇按键的，你刚讲你懂腔哦，冇人达人，达人，奶料里面有达人哦，你们来交流一下，走的啦，枪马来交流。我们请到我们的仙女主厨，哎呦，仙女主真的仙女下场老师。哎呦，有没有仙女？好仙女，有唱嘛，有讲嘛。这根本就是笑傲江湖的任盈盈。羡慕你。再来越宠师傅哈，可以叫你越长姐可以。成为辣子老师啊，辣子老师啊，辣子老师好辣。真的吗？这跟我做菜一样。真的哦。对。大家看到的你是半条。有，用剔一秒半条。嘿，有后来食材，再用慢慢做出按后式的东西。哦，懂吗？好，你今天做马来菜嘛？我做马来菜。好，看，
面趴三重奏。面趴三重奏，对三重奏通常有什么呢？小提琴、钢琴、大提琴。你今天做半条错嘛？嘿呀。哦，你就有半条的马开色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半条，三重奏。印象讲半条没拍色咩？拍色还有马开色。你下嘎比色，你还舞堂，舞堂，好嘞，还有木通板条，系啊，还马改。懂哦。这个是香蕉吗？香一下，cheese。还弄讲天然的食材，那我们吃的同健康、同幸福，同埋你按多tomato半条，tomato半条，还有原味半条，还有梧桐半条，tomato要做半条哦。问一下半条达人，你用白米做按豆这种无强用口味的半条，因为像之前有人用五行板条，佢也设冻多种色，然后佢设冻青冻酱，可是按照应该想奇怪天然的东西用为可能设暗青，然后本起到爱可能还是上咬的好，可是佢都会加落香料、落色素，无健康。错，佢像个tomato时候咧。你那像 tomato 打出来没用冻风，像毛可是你看，各种是粉红，会想忍不住又想咬一口这样。真劲啊！错，然后你吃个板条的时间，佢有啲啲的酸酸的个 tomato 味道。错，可是因为本身都香，因为佢用蒸汽吹过之后啊，佢个都香味其实都已经降低冻多了。哦，你说真劲。天然食材后厨的料理，其实还有走动多种的嘛，火龙果板条，它哪这样？等于香的嘛，哈，加上个冻酱的什么哟，很多种的浸鸡好，你做到安下吃又基本个难搞。好啊，佢近比出用呢3种基本的板条。龙太家讲哦，那板条吼，真嘅唔要用乜嘅食盐的，迄食材本来颜色照给色一摆，乌糖。tomato， 盐米，三重奏，很强。来了，你今日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好，因为家有好生，你莫做那挑难，你做嘢都唔會做咧，係搞到按度，你唔會做咩？咁大聲啫嘛，嘿，我哋講，然後呢，你介紹你嘅食材，係乜嘅？好食的里脊肉，然後係五豬誒，五豬肉，五豬肉，沒因為講痛出手，因為你剛食好嘛，好，來你嘅主食材，好，你嘅配料有乜嘅呢？好，看下嚟都啲米酒，好，嚟乜嘅？嚟到你最傳統嘅，跳舞儀，你這邊嘅豆香，有香嘛？有哈，豆香，豆香，然後用到呢啲很好食，好嘛？好，嚟看到你乜嘅？蒜頭煙啊，蒜頭煙，哦，等下你來給打碎，等一下，好，你要比就是我們要特別注意加嘅東西，叫係豬油，因為你冇油面，所以你啲豬油去爆香去煎，才會有香味。啊，你阿媽講呢？你再吃屁嘢啦，這下記啦，屁下，我開到。剛才胡椒粉誒，你有冇香料嗎？就好像有那研磨的感覺。對，來，你看好像嗎？哦，羅安平老師，你看檳榔黃就加中藥味，那個中藥食材那個味道哈。好，然後呢，好，我們待會的裝飾用，你也嘛改桂苗。哦，好，那當然嘍，你也介紹嘛改，你看你這皮需要嗎？好，你剛剛講嘅哪個東西？橄欖末啊。你看這是哪樣？哦，有純粹梅嘅米線。你睇講嘅最會做嘅東西，胭脂糊。胭脂糊，嘿。你嘛改？那搞答案，也要講哦。東西，摸耶什麼？好，就是說你還講的紫蘇梅，然後呢，現在當季食材不是有很多種嘛？你買地瓜啦，或者是什麼紅蘿蔔啦。那地瓜的部分呢，好，就是我把它稍微燙熟之後呢，把它泡在我的很特別紫蘇梅裡面。待會呢，我們就講說，我知道了這個什麼。鹹鹹的啲嘅香香嘅豬肉，然後呢，這條甜甜酸酸的，哎呦，我這吃到。你要真正點係戀愛的滋味。對，又戀愛了。我又戀愛了。那我們的那個哥哥，你幫我拿一個。叫我哥哥快。來，我們的那個易拉罐，麻煩拿一下。
因为现在其实做菜要很东方偏呐，没演员在讲谁嘞？他在讲嘞。哎呀，捣碎的。对，来，因为我们做菜也要懂糖，要优雅。对，要优雅。还能挑麻木，还有排泄啦，后来多落一招嘛，来，你运动一下。好了。来，你看当鬼色了，来，你看，你就觉得我们做菜也是可以美美。哇，还可以运动。对呀，你看是不是很方便？好，太方便了。感觉可以练身体。好棒哦！好，哎，这我们数哈，皮都有酸的米线。没，我们有酸的米线。哎呀。来，大家给番薯像番薯的东西不爱。番薯啊，加番薯下。好，来，我先教大家。你们不要喊哦。因为天妇鱼本来就有鹹米嘅哦。好來。誒，老師佢好食辣啦，加辣嘅天婦魚咗嚟嘛？對啦，有辣嘅天婦魚啊，係一嚿嚿嘅呢。然後呢，又咪加太白粉。我搞冇記少到嗬。唔怕你啊，不用意記少咩？用邊種咧啦，冇辦法啦，嗬來。因為按到帥哥美女到旁邊。好嚟。你落啲啲之後咧，我們落湯度哈。好，攪攪誒，然後呢一啲咪加。中藥的胡椒粉，因为我们做出来就是凭自己的口感。你如果喜欢吃比较重口味，你就嘎豆对味，干嘛呀？我们的任何的肉类是一定要加点植物油跟动物油在一起。哦，古時候講加有豬油，你還有植物油。對。加幾多？一嚟之後摸，做得嘛哈。做得，這樣搞。因為剛才我們再加一點點的醬油。好，來。都有哈。如果漢 K 館來挑戰撇些，老師你還沒有放任何蔬果類，對不對？可是我怎麼會覺得有一股味道，就是很清香，好像那種蔬果的感覺。蔬果嗎？對，就是有那種果香味，就是好香好香，就是那種清香味。因為你聞到我的香水味。你流荷蘭水才地圖係冇？你要聞到它的汗臭味就好了。好，來，我們再看一下剛剛的感覺跟現在的感覺有冇共用嘛？哎，真嘅冇共用哈，它有一點點肉，就是自然的一個香氣出來，對不對？好，那我們重頭戲在哪裡呢？現在呢，我交給你一個任務，就是3條米，不要香來。哦，不要香。我最喜歡任務了，這樣我就可以不會忘記回去做給老公小孩吃。對，先抓住我老公的胃。對啊，好來。那要油嗎？要融入嗎？因為其實我會想用肉香，是因為你嘅米感用較稠，冇辦法。有一點油米啦。有點咪油氣嘅東西，然後也搭配上會有香。好，因為身體哦，它比較容易燒焦，對不對？所以火不能太大。容易。你看做最美的等優雅，對，好優雅哦。對呀，也可以美美的。我們達人也很優雅，一直在誇獎別人。你剛剛也很優雅。對。一定要變到有叉叉，有點變金黃色的時候，我們才可以下我們的肉片。所以就是那個味道跟那個口感，到時候都會有。對，比較久了。後來有米出來，有米出來嘛？有出來。來，那點。好。你也快一點哦。哦，快啲兩味。來，我們大家下一次，來，快啲交落去。今日蒜頭用嚟先撈啲裝起來嗎？不是，今日是到蒜頭米的香味。哦，向下剪。對，向下剪。來。好。其實來你剪那就做得。係啊。凍翻咯。凍翻啊，係啊。我在吃家食咧。係啊，當香啊。你皮到香味嗎？有。其實好做出來咩藝術嗬。錯㗎。這個帥哥，一盤呢本來我家用為中路哦。你乜嘢？盤呢？哦，盤呢嚇，哦，來。你款點，你顧好來喲。係啊。先生你講，那你手有那個夾。你有想到壓一個半條位。中太窄嘅啦，溫水窄啊，溫水窄嘅呀。你講好係你啊。好小一點，好小。用你愛是其他嘅肉，你就建議嘛嘅肉。有，應該是雞肉。雞肉。雞肉味道啫。它有哪部分嘅？雞髀啊，然後雞髀，然後你係用脯嘅用咩做的？係啊，用咩做的？用幾多凍藥啊？有除濕凍藥嗎？哎呦，你用啥啲做？你用沖頭嘅？都要變杯濃咧，係嘛？係嘛？都要變杯濃咧，係嘛？其實我除咗愛用除咗咧來碗白飯。係啊，對。凍香呢？沖太火嘅啦，對啊，知。哎呦。哦，其實火要注意啦，哈。對，要注意。咩做唔得跳咁辣哦。其實肉很快，大概幾秒鐘的時間就夠了。因為凍泡嘛，哈。對，而且凍泡啊，因為它是讓它吃的那個口感的那個 Q 度跟韌度。像你那來講，你感覺係乜嘅？你皮都乜嘅香。
这个完全是很单纯的肉香。还有嘞，然后我还闻到了很特别的，要蛮讲，你讲啊，糖。很像我们烤肉有没有？但是那个又没有烤得很焦，对，但是有一种那种焦香味，但是懂起来，懂起来熬一嘿，然后熬下去就会觉得哇，幸福满满，真美味满满。好，两三个嘞，好嘞，梳头带起来，好，梳头带起来，係 innovation 的關係。好，來，我讓你準備一下，按下去哈，一聽哎呀，其實啊，用嘅豬油煎嘅肉啊，豬油煎嘅有條香。我本來會講嘅豬油煎嘅會，因為大家廚房梅麼，結果冇呢，係啊，呢邊是兩隻啲啊，因為呢個豆腐衣嘛，自家阿婆自家做嘅，當香，當油，而且它不會讓你洗汗。你也洗湯水就覺得很膩，然後又加那個加美肉香，我們肉香稍微又加點米酒，很多米加勾一毛，那洗頭蓋那個搭配是非常內舉，非常棒。呀，你有哪一個曲？我都可以。來，我們客家的吸煙呢，好嗎？客家山歌。開放嘅，你嘛該有變強嘅，好嗎？走來啊，也做功夫咧，嘿呀來，係講錄到唔掂嘛？唔係，唔驚少嘅。來，讓落去。不用上去，你專業美嚟教一下好嗎？好，來，然後去裡面應用有冇乜條，所以形狀沒辦法做得咁僵啦。咪吃到後生之後咧，佢正經要求到過，佢肉然後半條都會堆齊。哎，要出於對食材的用心啊，好，來，現在我們再來看哦，你看嘛，我有半條烏糖，半條黑馬該米啲甜咩，嗰啲咧鹹味咧，是不是？像我識得會皮用啊，鹹鹹。其實我咪想做辣咧，因為我講，因為我唔敢食辣咧，所以我想後來你給你做。他百味我做。你們買就會辣妹子咩，就會做辣妹子辣。辣妹子辣。好來，你看啦，我們每個人就有了。哎呦，給膜。好，給他做好了，你看他個色。好來。好來。佢慢啲煎下好醬。哦，煎起來哦，安尼煎起來。哎呀，佢家做咪個水果啊，我做嘢。哎呦，我強嘅哦。看到啲功夫哦，你要挑戰我哈？你講會挑戰誒？你會挑戰挑哪裡？好像在比賽賽跑。哎，其實我吃到吼，安尼就真嘅懂後生嘅咩？你家家有後生咩？好，你做簡單的食物，吃到大家都歡喜。安尼變人咩做嘅食物？因為家冇當都有。來試下個誒，你做下講的。哦，筋肉照出來。你講，你要同我講誒，為了你那一口，所以呢，你要切一口出好來。哦。來，都會卡來。好。哎呦，我講卡來，講拿來。拿來，哈，生意哦。今天用做熟哦。係啊。見大嘴骨見做咪？有上次。其實咩會見種？唔係見種啊，講啲木卡用木卡研強下做，啊吃到沒以後啊。有呀，哎呀，也蠻切到。係哦。來，趕緊調整，佢半條要跳舞唔係？要跳舞。係啊，你懂橋。啊，仲有講佢半條種嘅聲音呢，是不一樣。哎呦，悠悠嘅，有點像嘅。而且你講嘅tomato的半條啊，其實用包起來以後，佢後尾裂開來係因為tomato水分水分比較多。有色的，用水果也好啦，用其他蔬菜也好，你要花動到時間喎。動到時間啦，而且因為該半條都做出了一條做動態量。對呀，關三種都係乜個意思？我們要上國家音樂廳。對，許多 NBA 半條就會用這個弦樂器來伴奏，很開心，會跳舞啊，知道嗎？就在三重奏呢。哎呦，唔講，哎呦，因為應該冇想到半條妹做到按醫生吼，按氣質。這樣子出來了。是，哎，你按細個用手工去切的。哦，自家手工切。對對，因為這就是我們在西餐的嘛的那個手法。因為我覺得中餐有一些小小的變化，會讓你有一些經驗。好，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擺。所以欣賞咧，地瓜這個番薯其實是為了擺盤，還是說其實我們在食用的時候，它也有那個特別的那個口感或者是味道的融合？因為我們的米食是屬於澱粉。哦。那我們在整個食譜的營養學裡面呢，我們要加些青菜跟水果，就是五穀類的東西，它會讓你的那個就是消化會比較好。當然它的板條，剛剛講的嘛，已經很好了，但是呢，我們讓它加分，好不好？對，加更多分。是，好，來看一下，好漂亮，這樣完成了嗎？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簡單？
三呢？香哦，很厉害，这就是我们的三重奏。今天我们4个人一起来品尝，这个叫做是面趴拌三重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正经吃的种牛的米稀，最单纯的原味就是最好吃的。对，然后加上冠军的板条。结了事了，电都按久啦。你幸福的感觉。系啊，我经常讲，第杯小小的牛，末杯吼板条。正经吃的种牛的米稀，最单纯的原味就是最好吃的。对，然后加上冠军的板条，对，加上我们冠军的罗姐，罗姐还是高胜美，对啊，就在旁边，就跟高胜美一起用餐，是不是？我吃到的不管在做主餐啊或下午茶，对，都当好食的。而且你吃到给人体没当好食，你没讲食就好食了，当清爽，很难 Q 哦。你讲哎，我们的食物是冷的也香，热的也香，就是100分的。除了板条香，冇啦，俺用咩爱香？哎，你没讲香，更加翻嚟啦，更少啦。讲感车吼，带来安好这个板条，还有面上，跟你分享对板条，咱会用心。你吃到几种嘅板条？当好食，当好食吼，最好嘅，错啊，咁简单。咁啊，做到板条嘅专卖店，好啦，盐巴咪計你嘛，火龍果板條。哎呦，你咪計，你仲有放過你咪計板條。很多啊，香蕉。有咩有冇講冇呢？現在人很多就是嘗試新的創新不一樣。我們的客家也都得很多傳統之外，沒到那種創新的食物，然後去呈現出來，對不對？美美的好吃的感覺就是太棒了，對不對？係啊，當翻譯參嘛。好啦，今日咧當看到兩啥當用心吼，對咧食材當用心，不管係做板條也好，用板條做菜也好，看到兩啥啲小動作上面的用心，就知道他們對食物的尊敬，好冇？有限過教來了啦，好冇？教做好食。咩來了？係啊，你看看啲解哦。中的時間要數看咯，家家有好食。馬莎國家來主席，上來了。來食佢，唔好浪費。冇浪費。就是今日當歡喜來上個節目，然後老米做板條分享本大家。今日嘛看到因個仙女主廚，然後老因個板條做冇同樣嘅創新，嘛本來有到靈感，坦白我用板音老嘅板條做，很多元化嘅一隻料理食材。希望嘛大家都在食到板條嘅原味，然後用米做嘅，不僅食到很健康，很安心。